台语真能当，愈讲愈能当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盖。人讲吼，过元宵了，确实算过一个完整的年。以前人是安尼啦，我毋知即摆囡仔人大学生是安怎感觉。阮咧过年就是放寒假。哦，对，因为即摆大学生的寒假吼是放一个月，长，过了吼，你开始感觉吼年较是过啊。我即摆倒去想讲吼，我初一初二吼，咧食迄青草的时阵有无？大鱼大肉啊，有当时啊咧油弄有无？啊，可能食几喙吼，你无想要食。伤神啊！啊，到半暝你安那？八豆腰，个八豆腰，八豆腰你要安那？食泡面，嘿，食泡面对。迄个时阵吼，因为初一初二嘛，有当时啊拢会拜天公嘛，拜祖先嘛，啊有当时啊拜内底物件就有泡面。新明先食过，祖先先食过，啊来就换人食。啊你有当时啊半暝吼，你就起来食。迄时阵食特别胖。对啊，你敢介意食泡面？我细汉的时阵，确实是真爱食泡面。嘿啊，毋过大汉了，学了一寡知识了，我就感觉一泡面敢若无介营养，上无爱淋一个卵，啊淋一寡青菜。哎呦，你足注重这营养的呢吼。啊，讲到泡面安怎来的？哦，讲到这泡面吼，这甲台湾有一寡关系哦。这发明泡面的人咧，伊叫做安定百福，啊，毋过伊原名叫做吴百福，是咱台湾家己出世的囡仔哦。是。伊伫发展事业的时阵啊，伊就娶了一个日本太太，啊变做日本人。结果咧，发展的事业发展了，愈来愈好，伊就创立一间日清食品公司，啊变做咱做速食面的大头家。对，啊伊讲泡面吼，这发明是伊发明的，这种是官方讲的哦。要毋过吼，真正是毋是安尼，也毋知影哦。因为佫有另外一个讲法嘛。对。伊讲泡面发明的过程是安怎讲的？伊就是讲吼，安定百福。伊有一天，伊看到因某咧煎迄天妇罗的时阵吼，伊就看因某甲迄天妇罗安尼煎落去，伊就感觉这个面啊，你也甲摕落去安尼煎，伊当延长伊的保存的期限。伊是安尼一下想就讲面就当安尼用，啊泡面就安尼发明出来啊。啊，毋过我可能有听过另外一个讲法你讲看嘛。就是讲吼，咱这泡面的发明者啊，伊的本名其实叫做张国文，嘛是咱一个台湾囡仔。只是咱的安定百福，伊就甲这个专利权甲伊买落来啊。啊，买落来就买落来，啊，毋过伊煞甲这发明讲是家己发明的，这就引起一寡讨论甲争议。是啦，啊，观众朋友你要相信倒一个，迄是你的代志，因为我嘛毋知倒一个是真的啊。要毋过咱讲到泡面吼，咱就有一寡动词要甲大家讲。譬如讲吼，有当时你讲泡泡面，这个动词加名词，伊是为华语，咱讲习惯了，有的人吼可能受到华语的影响较深，伊就用这个方法来翻做台语。要毋过吼，其实煮面咱有一个台语较正统的用法，譬如讲，你会当讲沙面的意思吼，就是讲吼，你可能伫个阿加树路顶悬咧进行一个水，啊，甲煮个滚了啊，你甲面弹入去，这叫做沙面。啊，无就是沙肉啦、沙番麦啦，拢是会当用这个讲法。沙番麦。对。安尼我嘛甲你讲一个，我之前毋是讲我爱介意爱淋一个卵吗？这个淋字咧，就是讲吼，咱食一个物件，啊，除了食一个单纯物件了，我佮加另外一个物件落去，叫做淋，你就爱淋一个卵，佮有淋啥咧？你佮爱淋啥？淋豆干，淋海带，嘛毋是，就是反正就是讲吼，你食面，啊，你佮淋一寡物件落去食，这当用淋。啊，譬如讲吼，佮有另外一个用法，叫做掺，这个面无啥物味，你帮我掺一寡盐落去，你帮我掺一寡豆油落去，互我食落来较有滋味。哦，你等于用掺。佮有另外一个叫做散这个字咧，就是这个动作，是一寡粉啊，粉状的物件，甲伊淋入去内底，叫做散。啊，散一寡糖，散一寡盐，也是泡面的时阵，咱散一寡调味粉，安尼叫做散。啊，佮有另外一个动作叫做压，比如讲吼，压一寡粉伫这个面顶悬，啊，就是我要种田的时阵，我压精子。压精子压落去，这么用这个动作叫做压。另外一个就是咱泡面的泡，啊，毋过咧除了泡面以外咧，咱其他用法亲像是泡牛奶，啊是讲咱是都爱啉茶，咱来泡茶互伊啉，嘛使用泡这个字哦。是，要毋过吼，其实泡面吼，含泡茶，伊是无共的概念，无共的动作哦。啊，佮有另外一个叫做浸，譬如讲吼，咱常咧讲着，有当时咱都讲着泡温泉，要毋过其实吼，真正爱讲的用法就是
浸温泉，你人溜去浸温泉。你讲到这吼，我就想着讲，有时阵咱会讨论咧，什么的台语要安怎念的时阵，啊，有一寡人唔知影咱的台语有台语的语法甲句式，伊就直接照咱的汉字直接翻落去，这听起来就会小可怪怪。啊，毋过有时阵咧，直接翻是会使哦。亲像最近我听彭恰恰伊在分享迄个冠拿歌手的角色的名的时阵啊，就会使直接照台语念哦。哎，我来考好。好啊，你教我。我来考吼，来，你爱答对啊，答错吼，我就嘛袂当甲你安怎。第一个流川枫。哦，这上缘道啊，流川枫。流川枫，噔噔噔噔，樱木花道。这上红的啊，樱木花道。噔噔噔噔，井上雄彦。这真困难，井上雄彦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嘿，来，赤木刚宪，这真难呢，赤木刚宪呢，来。赤木刚宪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啊，搁另外一个三井寿。三井寿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啊，搁有另外一个宫城良田。宫城良田。哎呦，袂歹，全部拢对啦。要毋过吼，虽然讲你中间有一段丢度，要毋过吼，像你安尼。会去甲念出来，算是一种练习啦。看你进前在介绍迄个放假的时阵啊，内底有真侪日本人拢是用台语念的呢。我想讲吼，安尼咱大家就会愈来愈习惯，安尼嘛是袂歹。所以吼有当时啊吼，就是拄到这款状况的时候，你得慢慢开始练习，练习久了后，你会开始熟悉。嘿，后礼拜吼继续去听，后礼拜这个时间继续看《台语一年等》，拜拜。拜拜。